前世迟来者，掌心刻，你眼中烟波滴落一滴墨。若佛说，放下执着，我怎能不能不进去附和？喂，叫朋友都打脸呢。喂，每年能装的好听，打我给你是啥？多给我，我多过去，我什么打喂？我这个还跑一个问打我噻？哎，打我下，我那个没下，没好的，没得救啊，没救好的。我放羊养不养，洗澡啊！喂，这车管家给我们这边，他这样，钱能没拿起账啊？没拿起账就去考，是当没的。一定要在期末写好了。该考我去什么？你弄多给我了，多给你期末时候考车了。喂，我打是啥？快点看看导演都多了，他这样就把这人给有了，我得好难了啊！我知道我们得做的事了，我这没事嘛。Okay. Yeah. 喂，不打，这车人家给人这边当到底是他这样，钱能被拿起中了啊！我都讲我揸車不呀？哦呀嘛，我揸車等路老師，錢了幹巴是講道理去揸的，我的很屌噻！我操！我你那個老師，你打我，還沒有做我打下個叫我幾個落地老師幾是啥？明白啊？我這姑娘大臉呢，你叫爸哎，當晚我個短毛，你這抓知道。喂，千万别拿起重人啊！姑娘大的呢，到叫我们中国的啥体系开考着，更加还给人知道了。喂，别拿起重人啊，钱啊！准备我家老金在里，他八姑娘哎，他可能就是中在里的行家拢按照这么考的。喂，我啥对那些啥，到时候他家去了，我知道我这姑娘了，有的。我一来到个时候，对。